嘿，我听说三界如何在？无名之博士后，很像那个孙翠凤啊。96年，民国95年出版。民国95年出版。台湾人寿这么
采啥？平的见识，是砍头吗？是采灵剑还是什么？双花的嘞，这叫八角八卦星，八角星。社会教育乡土普通教材。你看戏曲还有叫做打鼓、唢呐等等，弹乐器的，弹奏乐器，有那个文武唱的，武场的北管的，文唱的，文场的南管的。台湾戏曲学院，台湾戏曲学院。桂花就跟牡丹花有关系，所以那花是牡丹花。
台湾戏曲学校，看台湾戏曲学院的戏曲方法简介，内容丰富。哦，那个叠那个椅子不容易，艺高人胆大，叠罗汉。内容很丰富。内容很丰富。哦，这个艺高人胆大，椅子别那么高。台湾戏曲学院这么优秀，台湾戏曲学院学歌仔戏的，学国剧的。八仙楼，八仙楼，八仙的第二，李铁拐、韩湘子还是李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采和、曹国舅、张国老、范仲礼。何仙姑有李洞宾，有韩湘子，有蓝采和，有曹国舅，有张国老，曹国舅你，张国老你，李洞宾你，韩湘子啊，蓝采和还是李洞宾、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你看，李铁拐、范仲礼、八仙啊，那八仙过海。八仙还有分上洞、中洞、下洞八仙啊，真的是这样。国剧的呢，霸王别姬，你看，霸王是指霸王项羽啊，姬的虞姬，虞美人的虞，不是水族类那个鱼虾的鱼哦，是那个姓氏那个鱼。
这个立体类印都会变成立体的人偶形，立体类印都会变立体的人偶。客家戏啊，歌仔戏，闽南里还有客家戏，客家话呢，还有京剧国语的，国语、台语、客家语，还有京剧、歌仔戏、客家戏。桃花过渡，周公桃花过渡，宫杯客家戏啊，内容很丰富呢。经济独立啊，基本功，汉中经济独立，客家戏歌仔戏，歌仔戏的学习。有高中的，有国中的。你看那个演歌仔戏的，学歌仔戏的，你看台湾戏曲学校、台湾戏曲学院的，台湾戏曲学院。内容很丰富。古岭街在台北。期末展演，国乐演奏，吹唢呐、吹笛子、弹琵琶、拉二胡。文场是南冠，敲锣打鼓吴唱北冠，南管柔和，北管比较铿锵有力，雄壮威武，激昂慷慨。北冠，南冠。音乐系还有音乐系，戏曲学院的音乐系，音乐学系，学国乐，学北管，学南管，经济学系高三毕业公认。
经济。金山寺，金山寺，光这些服装就不简单了，音乐啦、舞蹈表演啦、动作表演啦都不简单了，人物造型、动作，音乐表演，还有也表演的戏目都不简单呢。这是叫做文化，文化艺术，高级文化艺术。花木兰带入从军，花木兰唐朝花木兰要带入从军的。就别惯了国乐器这么多。吹弹拉，乐器拉乐器。不简单，内容很丰富。内容还有民俗技艺学系。对呀，特技表演的，真不简单。你看特技表演，叠罗汉的、骑车的、玩的、黑环的、椅子的呼啦圈的、倒立的经济独立又在轮子上，又在滑板车上，叠罗汉技术高超还有歌仔学系，歌仔戏的学系。歌仔戏学系。
这是现代戏的，这叫现代戏。要古代戏，要现代戏。回乡剧场。客家戏。字怎么会拍不出来？很威武，你看，武将也很威武。台湾戏曲学院哦，简介内容那么丰富，你看很多表演，找表演的照片记录，表演的记录，复兴剧场。你看那个脸部化妆，那个都有学问的呢，穿的衣服、帽子、做的动作，那都有学问的呢。昭君出塞，你看，汉朝王昭君出塞到匈奴地方去，北方的匈奴的国界去了。合欢那个叫合欢政策。凤还车，潇湘夜雨。你看就是化妆啊，化妆、服装、动作，音乐，还有这个戏的内容、剧本内容，演的戏的内容，很多种学问的组合，这说叫艺术啊，艺术文化，牡丹对呀，传统剧嘛。那石阡好像是《水浒传》里面的人物啊。指鹿为马是那个秦始皇的二世胡亥那个时候，赵高指鹿为马，掌握大权。后来立了新的，刘子英啊，那刘子英在杀害赵高呢。所以说，朱尔莫做众善奉行，恶有恶报的时候啊，是做成那个演这个叫孙悟空齐天大圣啊，齐天大圣天兵天将抓那个水晶宫主人，不是哦，不对不对。
这是恩怨情仇啊，造成的悲剧啊，造成的动乱啊。你还要观世音菩萨派齐天大圣天兵去处理。还有千里眼顺风耳的，还有哪吒，太子爷功能叫做虹桥珍珠，内容丰富，表演介绍那么高的圈圈还能够跳过去啊，地球，还能够跳得准啊，还能够那个面向上脸向上的这样跳过去啊，真不简单呢。到大陆巡演不简单。福建厦门、河南商丘、北京，到北京表演。赵阳呛主要女乡军，这男的是赵阳呛。宜南方的大剧院演出合演。原乡是在河南商丘姓赵中国戏曲学院也是来表演的。不简单，优秀。国军文艺活动中心师生联谊，优秀，内容很丰富。演出单位中国戏曲学院的，演出单位是中国戏曲学院的。雁荡山，雁荡山，龙凤呈祥，龙凤呈祥，这里是龙凤呈祥，这里是龙凤呈祥，这叫花田错，祭藏黄一刀。跟你散花，内容丰富。中国戏曲学院与台湾戏曲学院京剧的学系师生交流。
海峡两岸的交流了。两岸师生示范交流。客家大使。采茶集团，客家采茶集团线下合作演出，客家戏剧院的，客家戏剧院那边演出。哦，上海马戏学校、立校参访交流，上海的来到台湾的，你看参访交流，迎接上海马戏学校。上海有马戏学校，上海市马戏学校。地圈。步步高升，倚着丢。双人平衡技巧，上海马戏学校。大合照，美国德州奥斯汀大学经济联谱戏曲五行头及戎装示范教学，内容丰富啊，内容很丰富。半教中，半教的女主角。美国德州奥斯汀大学，那边专题讲座，还能引览杂技，借交流之旅。内容很丰富。两岸戏曲交流座谈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中华民国98年，戏曲艺术研讨会。新加坡也有戏曲学院。就是这个，这个才是新加坡戏曲学院。韩国。优秀。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漳州文化局乡剧团，草字头一个乡，大陆福建漳州市文化局出版局，乡剧团团长。
导演们参与两岸戏曲交流座谈会。日本上美学院参访交流，日本的都来参访交流。姐妹学校缔结姐妹校。跟日本的上美学院交流，缔结姐妹校。荷兰的曲剧团交流演出《阿 Q 的公益记》。荷兰的呢荷兰的曲剧团。美国纽奥良演出暨文化交流。2010年，中华民国99年。基本站着单脚。还要抬轿。城里的秀爱会中是优秀的秀啊，他这个是表演的时候也是衣袖的袖。内容丰富。还有很多观众在看。泰国客家文化商务访问团到台湾戏曲学院参观参访泰国的客家文化商务访问团。奉茶，还有表演客家采茶戏。出米底是跳脚。加拿大国际儿童艺术节。台湾戏曲学院那个活动内容很丰富。你看这前面的很多的表演，这边交流、交访、参访。不简单了，椅子叠那么高了，都真不简单了。别罗汉，京剧团新编京剧，娴熟的母亲。真厉害。优秀。台湾风情。丰收，你看，丰收、祭祀、思念、守护、等待，丰收、思念、祭祀、丰收。综艺团20周年团庆。
20周年了。时光回来，综艺团。倒立技巧，一高一半。你脚踏车可以骑那么多人，脚踏车可以站那么多人，滚轮，滚轮的车技，民俗技艺学系，武术竞赛，武术观摩竞赛。2009年，武术观摩竞赛。不简单，体操技、毽子弹手功交流比赛，弹内毛毯的弹。优秀，廖琼枝老师很有名的呢。廖琼枝老师很有名。28乡镇市行联，不简单。韩瑶8号。经纪人11。金子营常常爆满。
编辑人才，培育工作哈，要培育编辑人才。专案计划，是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拓展台湾数位典藏计划，公开征信计划，民俗记忆在台湾的传承与回顾。道具要数位化，演出戏服要数位化。真用心呢，在网络上就可以使用，作为学习的工具。你看，有网站，你看，可以在网络呈现，你看，软工啊，可以折成那个样子，弯来弯曲成那个样子，产学合作呢。专题讲座、专题演讲、国光剧团，很多人才。日本当代剧场发展与社会现实，就业讲座，还有就业讲座，就业专题演讲，歌仔戏学系的就业专题演讲。雇主座谈，内湖校区校园路大视听教室，大事记呀，大事记呀。内容丰富啊。
到世界各国呢，内容很丰富，不简单，不简单。好看，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呢。